继续来关心今年7月底南美洲委内瑞拉总统的大选，有不少反对派支持者认为这届选举的结果有问题，所以去街路抗议，至少造成28人死亡。有2400个示威者去互抓起来，到达已经超过3个月，其中有225个人，这礼拜总算放放出来。 民众为天桥行落来，马上甲伫空地等的出来人互相相谈，因为因过去3个多月根本无法度见到出来人。这10多人是委内瑞拉反对派支持者，说伫7月底总统大选结果由马杜罗当选总统的时阵，因为真侪反对派支持者质疑选举的结果甲选前的出口民调无同，组织上街路示威抗议，随后警察逮捕，暂时总算互放出来了。 Por la fuerza de todos y cada uno que luchamos por esto, papá. Gracias a Dios podemos salir de todo ese proceso y que Dios nos siga bendiciendo todo lo que pasamos por ese proceso penal y que todos vamos a salir pronto. 因为示威发展做暴力事件，造成至少28人死亡，将近200人受伤，所以有将近2400人受到拘留逮捕，其中有164个人未成年，在未成年内底有69个人有关伫监狱内底。虽然选举结果有关有严重的证据，不过总统马杜罗继续连任，在过3个多月了后，委内瑞拉检察官办公室在当地16表示，马杜罗要求将检察官办公室审查当局有可能混淆的任何逮捕行为。当局决定这个周末要为时间监狱内底释放225名因此受到拘留的示威民众。 A las 2:30 fue el primero llamado y bueno, no hemos dormido, no hemos descansado. Las expectativas es esperar que los que no nos han llamado nos llamen y que saquen esos muchachos para afuera. 根据美国人权组织刑事司法论坛统计，至少已经有100人获释放。如果当地17个会继续释放其他人，部分获释放的人表示，在监狱内底生活袂歹，也毋过国家警察说伫逮捕拘留民众的时阵不力相对。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。